要有自信，对不对？说烤出来的面包一定是没问题的，知道吗？我去考过丙级，我术科考3次都没有过。我不会烤烘焙的丙级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嘛。那你现在把眼泪擦干。小欢喜，我到以後到廚房就上就落，同我媽媽聽書，對煮食亦要姊妹，所以高中了到先餐飲課，學到中餐、西餐同烘焙，感覺烘焙較有姊妹。我看到披薩是我做的麵包嘅樣，我都感覺亦有成就感。我係天路亞。我想要做一道點心同麵包伴大家食，希望有一日我嘛是得做一個專業的師傅。一天，热白白的下注石头，台中美嘅高中白爷爷的學校同學，未像其他標出界學校窮落落的無辦3年。不過啊，喺學校的另外一片傳來嘅講話聲，原來係傳染科嘅同學，遇到嘅病聽考試，感染唔病了，愛啲專業嘅教室度健康檢驗。統真的就是怎樣，夠大，就像我們在考可頌一樣。跟那個什麼，有沒有吃過起酥？有。酥皮濃湯有沒有？有。有沒有？你只要溫度夠高，它就膨脹的越大，那就是我的靠背彈性，懂嗎？懂。我们威格高中，我们有1年级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中餐啊，不论中餐、西餐、餐辅、饮调，他们都可以学得到。然后1年级我们就是会给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兴趣在哪里。所以之后我们到1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分西餐模组、中餐模组、烘焙模组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是我们烘焙模组的教室。这样子分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是要让学生在这3年内，他可以学到更专精的技术，尤其是烘焙，我们会学到面包、蛋糕、拉糖，还有巧克力，一些东西，还有法式甜点，还有宴会甜点，这些东西都学过一次。出去职场之后，他们就是对这些东西都不会那么陌生了。他就是马上可以去思考，去动得很快，看到他们的配方，看了之后，他马上就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所以他可以把技术学得更精这样子。因为有無共樣嘅教學流程，美嘅高中傳染管理科嘅一條同學，行業傳染嘅兩邊，就做得就設計目標，行較全面研究，學到行較完整嘅功夫。今日嘅天音主角天怡啊，雖然正係分配組1年生嘅學生嘅，不過今年真有興趣，故說話喺分配事務方面沒有當好嘅基礎哦。盧雅，他在學校就是他是一個非常熱心的小朋友，然後在學習上面，他是非常的自主性非常高的。我們上課講的那些細節有問題，他就馬上做筆記，把它記下來。然後一樣東西，他就一直去做，一直去試，這樣一直去嘗試。然後他常常就會參與一些活動，像我們常常會有function，我們會有宴會，然後他就會很主動的跟我們說他想要去服務我們的來賓，這樣子。當興自家刺痛以後，要當有服務熱心，阿姨啊得到當多先生同同學嘅甜甜，也拜有機會去到職場體驗。先生啊，每同佢3等人習祝福。好，如雅這邊老師送給你一句話，就是到職場上就是要多聽、多看、多學，然後多吸收師傅的經驗，多看他們的手法，然後讓你的技術更精進。以後你畢業到職場，你會更能夠熟能生巧這樣子。因為先生嘅提醒，阿姨啊夜拜就會來到石頭島台灣參加8國世界杯麵包比賽，還得到台灣區冠軍嘅狀態強嘅麵包店，
设计了体验最长的情绪。韩国不有钢琴师傅总太甜，带点记录好。相信对张学红开嘅阿姨阿来讲，听错我係種難得嘅學習經驗。一个烘焙师的话，其实主要他的体力一定要能够好，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喜欢这个工作，他要把这个工作当作是兴趣，然后他要爱这个工作。这样子的话，不管再怎么累，其实他不会觉得很辛苦。哎，怎么办？他11点才开，我早到了1点。你好。你好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好，我是今天来实习的学生。哦，师傅就在那。谢谢。师傅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天来实习的学生。实习？那你怎么现在才来可是上面不是写11点吗？ ？11点是门市的部分，师傅要7点就要上班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面包都快做完喽，没有面包做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师傅说我晚到，我有一点吓到。原來做一間面包師傅要按早烘了，還要準備多東西。安尼4點暫時得有東西買本銀卡。冇錯，做一類配麵包嘅師傅，有樣而且做8做出烘廠，有啲傳統嘅麵包店，係凌天講4點鐘就開始做嘅。雖然阿姨啊冇顧到切無限嘅頭前嘅準備工作，總師傅還係想嘅成困難，佢基本功上來到哪嘢，佢就對清潔處嘅小胖做起司。吐司要擀幾次，你知道嗎2次。沒錯。它如果會粘的話，手稍微沾一點粉。其實白吐司說它很簡單，它其實不簡單。比如說麵團溫度太高啦，或者是後面過發啦，烤太黑、烤太白，那整個風味都會跑掉。真的要做到好吃的話，它每一個細節都不能馬虎。所以我會選擇今天用白吐司來教他做。你的力道太強了，這個麵包的話，它要擀2次。你第一次擀那麼緊的話，你等下擀第2次的時候，它就會一直往裡面縮。這個麵包做起來不好吃。要第一次要稍微比較蓬一點，來你再擀1次。師傅教的白吐司呢，跟學校的差別就是柔軟度，麵團柔軟度感覺得不起來，不太一樣。然後也發現就是師傅很用心在對待麵團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整形完之後，我們要進入最後的發酵，所以發酵大概要1個小時，到出爐大概還要再2個小時左右。你還想學什麼嗎？我不知道哎，什麼都想學。什麼都想學，那我們做什麼你就跟着我們做什麼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請小師姐教你做和風咖喱，好不好？好。也用芥蘭、瓦薩比同日本式咖喱醬作為和風咖喱，咪係總師傅點度烘當數分量嘅麵包。雖然愛做唔係易難，後背還要做到嘅加工真會好。相信啊，阿姨啊應該聽說到啦。在製作和風咖喱的過程中，就是有發現到，就是雖然它只是簡簡單單的，就是擠沙醬，然後放蛋上去，然後再裝飾一點這樣，但其實你的那個餡料如果不對的話，也會影響整個口感。然後所以在擠的時候，那個姐姐就是有告訴我說你要怎樣，然後大概多少的量多寡。做好和風咖喱嘅後製乾料。阿家文學子未請阿姨啊上可那點度烘嘅麵包和面，順便呢講啊自己做些心得。吃吧，謝謝。感覺怎麼樣？好特別哦。那嘉文，你是什麼餐飲科畢業的？我不是餐飲科哎。你不是餐飲科的？不是，我是幼保科的。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學做麵包？因為第一個我喜歡吃麵包，然後我覺得
如果能亲手做一个就是自己喜欢吃的面包，很好，感觉很棒。对，很有成就感。对啊，在厨房很辛苦吗？辛苦啊，可是做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就不会觉得辛苦了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但是要懂得耐热吧。因为做面包面团不能被风干，风干之后的面团就不好吃了。所以我们的冷气都调得很高，就觉得好热哦。有样哦，伫家宅台北上的工作环境拄好，做面包师傅啊，听说会拄会条热。接下来，总师傅竟然讲会带阿姨啊去来全唔闷热，还可能会让到人品准嚟做面包环境，将来怎样的呢？你要讲啊，你不讲他们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？不会做。是怕成品不好跳，是吗？我来看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冰箱。你知道冰箱里面要做些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像我们可颂啦、丹麦啦，有果油类的，我们都要在冰箱里面做。那冰箱的温度大概4度哦。所以我们看30几度的工作要做，4度的也要做，所以冷热可能搞不好会感冒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就进来了。好。把它拉紧，整个拉起来。那我们在冰箱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做果油类的，可颂、丹麦类的。那今天做的话是可颂的部分。所以手热吗？手热的话，一定要稍微把手用冰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先做原味可颂。那原味可颂的话，它就一定要把它拉。往下拉，轻轻的往下滑，好，稍微拉到它最紧绷的时候，烤起来的可颂才会一层一层一层的。会冷吗？也还好啦，还可以。为什么我这么冷？在冷房的体验就是很冷，但是也学到，做可颂要在那边做，然后师傅一步一步教，就一步一步学，所以做出来就是还可以。那想想冬天的时候一定很冷，就是还要在冷房，所以应该冬天的时候动作还要快，不然就会很冷啊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冷。他说虽然说不冷，但是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鸡皮疙瘩有点起来了。所以大概其实我们一般人在4度C的冷藏里面，如果超过30分钟的话，其实是对身体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。大概是10分钟左右，10至15分钟就一定要出来，然后让身体稍微运转，然后身体稍微热一点之后，再进到冷藏，再去工作这样。伫暗人的环境设计好过，阿姨啊又再个转到小碌碌的做下肚，图案都同时强下大饼。夜时节，总师傅出了一项任务，为阿姨啊来制作困难。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嘛，那我的店里有做一些客家人的面包，那我想要出一个题目给你做看看，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样的客家的食材来融入面包里？客家的元素。客家的元素，然后让你去发挥，做一个属于客家人味道的面包。那价格呢？价格看你自己定啊，就是你给了他多少的爱在里面，所以你就要把它定多少的价格。好。然后你明天的时候，你要负责把做好的面包销售给客人。好。可以吗？好。让你自己想哦，我不帮你想哦。好。好 ，OK， 加油。虽然阿姨那讲好，其实啊，全啥无头塔。
夹去门市看啊，店都有按多样的面包，希望看呢会有自家的想法。师傅给了我一个考试的测验，觉得压力有点大，因为就是没尝试过自己设计一款面包，然后还要去考量它的市场，然后还有价格，然后还要再想就是客人会不会买我的面包，然后卖不卖得出去，就是会有点害怕。对门市同事嘅了解到安样嘅小件面包嘅特色，阿英啊，佢就拿定产品目录，建想佢自家爱做出样嘅面包，怎会有客家特色呢？冇想到啊，阿妹好点点嘅来到呀，当关心嘅每个自己嘅花，撒开记了心肝头嘅压力，跪下嘅对木主出水。啊，你不是要在那边帮忙吗？对啊，在背 menu 啊。哦，辛苦啦，喝个饮料吧。嗯。啊，你要讲啊，你不讲他们不知道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。啊？不会做。他说他不会做。啊？你只是说你不会做这样而已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不用一直想到你不会，师傅会帮你。好，知道吗？啊，别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等一下眼睛肿肿的。啊。爹妈妈当有耐心的爱奶佢，阿英嘅心情总算较好诶。未怕爱经过安样嘅心情变化，佢将会成长做一个丰沛师。我很想安慰他，可是因为我不了解他，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，看他压力那么大，其实我再说再多，只会让他哭得更难过而已，所以我就选择我不太说话，然后我让他去慢慢调试，因为，或许他给他自己压力太大，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再快乐一点来面对现在的实习的状况，我觉得应该会更棒。有氧，跳得小处压力，将会限刻专心来学习。心情调整好嘅阿英啊，要停定落去做下停点做，但是一年后些，也头一年的这场天样，未差唔多要结束嘅。第二日限忙7點，阿英啊已經來到做下，停定按到學裝學字，開始無限愛做主題。當學菜，還停定莊師傅學見做佢得到世界麵包比賽冠軍的楊力美人哦。潘師傅啊，到客家莊出身的普風茶，今日到做麵包的想法都好，而從阿英啊未地佢自家愛做乜嘢。不說啊，學差唔多誒。佢停定就開始做佢自家想愛做的客家特色面包。那我现在要自己做一款面包，然后这是客家的那个擂茶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客家的元素，所以我也打算来试试看，但是也没有做过，可是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擂茶。因为擂茶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，所以如果能够融入到面包里面，或者大人小孩应该都会接受度蛮高的一个东西。那卢雅她今天制作过程，我觉得她会做，但是她的细部她不懂。我这个小细节我没有注意的时候，面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她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小问题，就点到她都知道，所以应该都还可以。作為2點人中，阿英嘅擂茶面包總算送落去配上嘅。就啲佢訂面包配嘅當中，對自家要求當高嘅阿英啊，用啲上到哪去撒嬌誒。怎麼了？是怕成品不好笑，是嗎？我來看。目前還可以呢。这么要有自信，对不对？说烤出来的面包一定是没问题的，知道吗？
没关系啦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嘛。我们就等等下面包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试试看看。那你现在把眼泪擦干。虽然面包只会配12分钟，不过啊，对阿英来讲，食材也要好久的。总算通到配上，发出配好的送的擂茶面包做好的，一下就地有成功无了。哦，有擂茶的味道呢，我都吞口水了。跟你想象中的味道有一样吗？还是比想象的好吃？吃到太感动了，真的，喜极而泣了。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还蛮棒的。吃完之后，最后还是慢慢的那个擂茶的香味会出来，会让人家稍微回味了一下，哎，这是擂茶面包，就是他第一次这样想法研发，然后做出来，哎，让我比我的期待还要再高。糖豆师傅讲梦梦的，阿英啊一下子就轻松的，接下来啊。行为老爷做好的面包拿去门市卖，转来去做擂茶面包，多人好买么？这两件产品，这个吗？那这个它是擂茶的，我面团里面融入了擂茶的那个粉，然后就是里面包含卡士达馅，然后上面的装饰也是卡士达。第一次觉得讲的不顺。所以就是也没有预估说什么时候会卖掉，然后也可能也有想说卖不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之后客人有买，就是还蛮开心的，然后就是也很感谢他们。它是卡士达，像奶油这样子，然后外面上面那个装饰也是。阿英啊，紧来紧跳的主通户人学手机設計做的面包，甜甜加凍好賣。10隻擂茶面包，不用下班就賣鏘鏘哎！哇，不到10分钟，擂茶面包卖完了耶！热一下。怎么样？这样做起来感觉挺安全的吧？很有 feel 吧？听到店长讲的时候，就是很感动。就是很感谢大家这样那么帮我，然后也很感谢客人能把我的面包买走，这样。我觉得很棒，但是我真的吓了一跳。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居然面包卖得完。我一直想说他会不会陪着他到打烊，然后又哭了一次，他没有卖完。但是我发现，看他介绍第2个客人到第3个客人的时候，他的眼神开始不太一样了，就觉得他开始越来越有点自信，要去告诉客人一些什么东西，这样，然后请客人买来吃看看那种感觉。我觉得，路亚，我觉得你的自信心可以再增强一点，然后觉得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你要尊重你的职业，因为我觉得你本身，如果你尊重你的职业，你相对你对你的成品一定非常有信心，不要怕。不要退缩，你就是往前走。我相信你前面的路你会越走越宽。在2年做了人也感觉较好的，同你很好的目标款。今年讲爱对面包有一个热情，同一个心。特别感谢师傅真动有耐心的同我教，还有嘉文学姐对我顺风鼓励我，ให้我加油。希望我以後嘛是得做一個專業的師傅，我對我還有一道蔬菜的學習，我會加油。